好几个地方都接连传出王船遭人破坏的案件，引发当地民众的震惊与愤怒。地方的信众纷纷表达不满，并痛批此举既是亵渎神明。相关单位也呼吁社会大众尊重信仰，珍惜记忆。是啊，对不住，我做唔到代志，我今仔就倒去向你请罪。牡丹溪甲白拿溪相交的双溪，我的故乡。这是一间专门用纸做神尊甲王尊的店。人讲一纸二涂三茶四石五金，纸是上界有灵有性的材料，会当甲咱人的心意寄予神明知影。小阮来天顶啦，俗语讲哦，千军万马一张纸，万丈关楼一支竹。只要纸甲竹，就在创造世间万物啊！今仔日不是报名最后一天？报名的日子早就一定过啊！你是不是刁工？你嘛袂当骗我讲，今仔日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嘛？啥话啊！算在你两个后生，大汉的顾家做王俊，细汉的老婆做大梦。来，做个节，做个节。辛苦背好无啦？咱做这道的是要最有生命的，不是为着要出名，为着要得奖的啦。这阵汉莲花元帅都是伊托梦给我用几年的时间，真无简单才做出来。王团长，你头壳内面到底在想啥？真情，我大概迷茫了，拢学袂一张图。结果，敢有可能亲像爸讲的，其实我梦到的，不是汉莲花元帅。咱出来介绍后一位新增高中动漫研究社顾问，欢迎。汉莲花，来。这下孙阿暖，郭姓阿来保障。你靠是最厉害的呢！恁兜有在做王准哦？当然，阮兜就是做出来啊。明年我一定要叫团心奖。你有大王准的功夫啊，咱能当做迄大王准做出来。无可能，我一定是拄着小的。孙阿暖，到位啊，紧起来啦！大兄啊，你是有某的人啊呢？迄个查人哦，是利用你无伫咧，安尼哦，将物件搬入来，这无啥特动哦。唔免煮暗顿，真正是生命中的小确幸。安心直接大落来。哦，安尼就好。无，我来查暗顿。爸，那有人 cos 古早人去买菜啦。有你大咧，哎，跟着咱兜啊！啊，咱兜，迄阮兜有金锣咧。哎，那用金锣起火啦！啊，我要煮食啊！你家伙啊，大大小小拢是问题呢。我怪告你，怪告嘉庆，怪告恁爸。啊，离婚甲无离婚无？你甲个离婚嘛无甲我讲啊？你的意思是讲要用明朝的王尊参加团心奖？你是不是愿意做我的师啊？阿兄啊，你即摆知你讲啥无？你实在几讲，到咱兜安尼咁好，我一定要找一个属于我家己的徒弟啊！谁创伤黑啦？这是啥？哇，老会了啦！
你就是新闻咧报的迄个臭王准的怪咖。你看，迄个纸质绑起来，确实是明朝中尾期传统的制纸工艺。现代人打王船，出头伤济啊！你这毋是正港的王船嘞？我打王船臭歹去啊！规身躯拢是明朝的古董。阿乱，也毋过你的王船煞是现代的，所以你无可能因为安尼就穿越等去大明。你要对的，你是对啦。我是大明人，我要倒去大明。请你好好读，了解现代台湾人到底是安怎生活，莫阁起火煮饭，嘛莫阁举迄支遐大支的刀条行路行来行去。我有向国姓爷禀告啊！我的意思是，你王家内乱，会去牵着我倒来去大明的拍算。啊，拄则阿公有讲到什么乌多仔的，迄什么代志啊？无怪老师傅不爱你去参加比赛，啊，对于囡仔无用起来，上计自信啊！而且伊无去注意到老师傅妈的身体，而且会造成危害。两家人的感情煞来拍歹去，啊，这是要安怎啊？爸，我等来。富贵啊！你是咱遐上将才的，你若等来甲爸做伙做啊，一定会足欢喜的。啊，你咧？富贵比我少年，比我较早出师，你搁捌受过，会什么款的心情？你什么卡？大概等来拢是问导游赶紧紧，你等来上课，莫带厝内，你啥意思啊？即摆有钱啊，嫌厝里无够气派心。谁叫我已经55外，还未出师？我的小弟自由自在，想要去对就去对。我一世人住伫这间厝，我煞无能得着我家己慢慢关着。我不是甲你讲过啊？王水是咱两个代志，跟伊无关系。咱无所谓斗相共，你才要收伊的钱？你敢唔知我生活环境是啥物？恁家是离婚？不怕噻。阿芬甲我讲，查某人应该去追求伊的理想。我的梦想是坐空姐环游世界。我真正有够自私的。加油！我对婚姻的责任嘛尽了啊。我结婚唔就爱带做伙吗？我唔知。嘉庆总算是大汉啊！阿芬，这么多年来，真感谢你。既然伊想要离，我就尊重伊啊。你敢要跟我讲？跟你讲，你敢知影想倒来？林富贵姐啊，倒来啊！哦，伊叫你阿姐，咱拢是一家人。你甲伊当阮世界，直接问啦。谁做珊珊会讲伊讨厌？你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甲迄个断走有啥关系啊？珊珊，过去发生的代志，拢已经过去啊。我袂当介意，咱无可能。你莫阁讲啊！咱两家伙从今以后，长毛到水无流。我就是想要找一个比佫较有钱、佫较好的男朋友，想要把这段过去帮我袂记。不过我真正足痛苦的，所以我在想讲，我应该离开啊。出代志啊啦！什么代志啊？你个死啊！我害死的后姐，改变伊的人生，对伊，我只有亏欠，是要接受伊的感情。今日富贵好体合，我嘛无爱读书咯。你看，比就比就来啊！拄则我听到奇怪声音，也毋过我开门出去就无看到人。孩子，跟小收大声，甲你吵掉。无啦，啊你无困，我哪会困落面？拍袂赢嘛爱拍，你是我的人，我袂让你出代志。自古早到即马，全世界1万多人，咱两个人竟然会当拄着。
你会当补偿我，也无袂当补偿我的纸，我的纸比什么人更较重。互相教，心意相通，有感觉这是足困难的代志。世间人讲是奇迹。大家好。朋友爱人到底多一个？你讲无需要解释。对我来讲，阿某是一世人的代志。你莫个破坏我甲阿母的感情啊！刚讲你拢袂记得，因为国姓的论名咱拢爱听。阿怎？看石头变烂，爱甲无望，看你爱别人。提供妹啊，马上娘娘，周叔爷，素芳讲了性命，我伫遮甲大家拜托，你若有看到有听到，一定要救我的徒弟啊，孙安暖，伊伫咧发烧，已经发烧40度，我互伊食啥药我拢无效，我就烦恼伊。莫安暖遮辛苦，伊是我上介意的人，我真就介意。我介意安暖，拜托你，莫互遮辛苦，甲所有透过拢好，不管是好是歹，咱拢会陪伫对方的身躯边。让魏英好了。你讲无需要加解释，在人看去在人会，到底也不免无聊的世界。是的啦。你两个。迄种人有啥物好纪念？你爸，想我不好，这个穿越若是失败，我就倒来友好。介意一个人无什么道理啊，是好是歹，都要家己承担吗？重点是要对得起家己。不管安怎，咱拢是一家人。感谢你我付出的一切，到这来，若无回头。你看你关心，无你带啦。这个囡仔是对倒位来的啦？你糟蹋的感情会影响伊大汉的。恁爸安怎甲伊对待？你敢我用同款方式对待别人？不巧，双星之快。是安怎因两个会互你20万翕写真集？甲恁家己的后生哦带转去。以后哦，莫搁教我的查某囝有啥物搞菜。相信恁两个人合作起来，人就咧讲兄弟啊来同心，乌土嘛会变黄金。相信这摆王存会当比以前更加好。感谢你我付出的一切。你要去哪？再会，再会。